选举若要闹热，难免会放炮啊！有放炮啊，就会出代志。昨暝台东县的立委候选人黄建斌伫扫街拜票时，车对这个带路车呢放冲天炮，场面是真闹热。要过7点外经过汉阳北路的时，一间透天厝的3楼阳台煞熊熊大火，现场看到人讲这是黄建斌的车队放炮啊造成的，加在火呢随风拍花。黄建斌的阵营今日嘛，加在处处会室内表示讲，未来若放炮啊会特别注意安全。消防人员伫楼骹一直咧发誓哩，因为这个热心的民众准备为媒体3楼爬出来。伫几分钟前，伊才拄走入火场，斗3共拍火。消防人员伫现场确认火势敢有全部拍花。代志就发生伫早暗7点外，台东市的汉阳北路。不过这场火灾，敢若又搁是候选人拜票的时阵放冲天炮，造成意外。这边刚好扫街，然后我一回头看那边有火花，然后就想说，没有人住的地方怎么会起火？我就赶快叫我先生报警。先导车队放冲天炮吸引民众，场面是真闹热。不过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黄建斌竞选团队扫街拜票，当时才拄经过尔。炮啊无细力去碰到透天媒体3楼，怎造成火烧厝意外？导火所在就伫路街插头岛，好在才有及时将火势拍火花。立刻到这个屋主进行慰问跟致歉。车队在燃放鞭炮的时候，一定要务必要注意安全。选举我也很爱热闹，这个放鞭炮是无可厚非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造成警消的一个紧张跟负担。候选人放炮啊，煞造成火灾，已经不是第一摆发生。明仔载就是大选，候选人全力拼选举，扫街拜票，强健也是爱注意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